破獲懷疑私煙存同埋分銷中心，拉咗個內地男人同埋一個貨車司機。其中一宗海關檢獲9萬支私煙以及11萬支加熱煙，總值約110萬，應課稅值大約31萬。並且發現大量嘅免稅品封袋。海關話凌晨喺天水圍一間酒店門外截查36歲報稱無業嘅內地男人，並且喺佢嘅手推車同埋入住嘅酒店房間入邊發現呢一批私煙。相信私煙集團利用內地旅客從日本走私大量冇申報香煙以及另類吸煙產品入境分銷，賺取差價。另外，海關星期四啱啱喺元朗物流倉庫卸貨區調查一個形跡可疑嘅44歲貨車司機。喺佢嘅貨車同埋物流倉庫入邊，檢獲一共大約600萬支懷疑私煙，估計約值2800萬，應課稅值大約1900萬，於是將佢拘捕。警方拉咗一個男人同埋2個青少年，涉嫌出售假嘅陶喆演唱會門票。喺行動中，警方檢獲部分嘅假門票。警方話喺假門票上面嘅防偽特徵、字體同真門票相似，但紙質同真嘅門票有出入。喺上個月起，一共收到大約13宗嘅報案，涉款大約3萬蚊。多名受害人話，透過非官方網上平台購買演唱會門票，並且喺旺角以現金進行交易。但去到官方嘅指定地點驗票嘅時候，先至被告知門票無效，係虛假嘅門票。警方經調查之後，以欺騙手段獲得財產，拉咗3個人，包括一個34歲嘅男人同埋2個15歲嘅男童。